珠海山姆板塊首期10萬，full批200個，擁有一套140平方，但係做到咗200平方嘅空間啊！客廳開間10米闊，注意啦，好多贈送嘅空間，包括呢個咁靚嘅入戶花園，獨門獨戶嘅都係送俾你。呢啲門啊，仲有啲家私電器都係交樓標準啊，帶有島台嘅開放式廚房啊，雙陽台嘅小區咧。呢一套係3房雙主套間，非常靚嘅戶型啦。嗱，呢邊公共衞生間、兒童房，你睇客房就係一個咁靚嘅大套間，係帶有私家浴缸嘅，仲有女主人啊化妝間，仲有獨立嘅衣帽間位置嚇，南北通透嘅小區設有直達返香港嘅業主樓巴，可以直達到荃灣、東涌、旺角、中環等呢啲區域。而家去到2樓嘅主人房套間睇下先嚇，都係好靚嚇。而家見到嘅都係交樓標準。2樓咧就係有獨立嘅衣帽間、洗手間，仲有辦公嘅書房位。書房旁邊咧就係我哋嘅主人房休息房啦。啊，首期先10萬咋，上車。